塔可接管城市的那一天，在肋未鎮，塔可是每個人最喜歡的食物。每個星期二都是塔可日，全鎮的人都會聚集在公園裏享受這美味的食物。但在某個星期二，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。當人們坐下來吃塔可時，塔可竟然開始動了。他們從人們手中跳出，翻倒盤子，在草地上跳來跳去，人們驚呼不已。嘿，回來！洛佩茲太太喊道，他的塔可滾走了。一個胃口很大的男孩馬克思試圖抓住自己的塔可，但他像一輛小車一樣飛奔而去，太瘋狂了。塔可跑了，整個小鎮的人都開始追逐逃跑的塔可，一邊跑一邊笑着喊着。有些塔可爬上了樹，有些從長椅上彈了出來。就在大家覺得塔可永遠停不下來的時候，肋未鎮的市長手裏拿着一大瓶辣醬，想出了一個主意。大家把辣醬噴到塔可上，他大聲喊道。人們拿起辣醬瓶，對着塔可噴去。只要辣醬一接觸塔可，他們就會停下來，然後撲通一聲滿足地落回盤子裏。人群歡呼着，大笑着，終於吃到了塔可。從那天起，他們總是在塔可上多加一點辣醬，以防他們再次接管城市。